伫咧台湾的穆斯林大约有30万人，因逐工拢爱朝拜5摆，才会实在也拢严格宗教规范。北医大附设病院即马正咧推动穆斯林友善计划，希望互穆斯林伫台湾也有符合因宗教信仰的病院环境。 铺礼拜毯向圣地未改的方向朝拜，一天爱做5摆，这是穆斯林的日常。不过，伫台湾，穆斯林的人口算是少数，包括朝拜、食食等等的宗教规范，实践起来会拄到真侪困难。首先就是吃的问题，因为伊斯兰宗教教义的规范，我们对于除了猪肉以及酒精类，还有相关的其他动物，鸡鸭牛羊肉。 都有一些食材上面的一些要求，在台湾现行的社会环境中，要取得日常符合他们饮食的这样子的餐点，实属不易，更别说是来就医。北医大附设病院启动穆斯林友善计划，除了设置穆斯林祈祷室加静心设备，伫灶骹嘛设置穆斯林食食专门处理区。 鼎、刀等等用品拢分开使用，另外还有清真认证商品专区，专门卖有清真标准的商品。阿拉认证这个过程，其实它的肉类要特别去采购啊，不是我们一般在市场可以买的。烹调的那个调味料哈，其实大家都想说，不要用酒精，那当然没问题。可是后来我们认证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酱油会有酒精这件事情。 北医大附设病院表示，其他北医体系的病院，亲像祥和病院、万丰病院等等，嘛会启动穆斯林友善计划，希望伫台湾的穆斯林会使得到舒适的就医环境。记者郭本场随台北报道。